家好，我係寶莊臣師傅。今日我為大家講下關於中環 The Henderson 嘅建築風水。坐落於中環美利道嘅 The Henderson 由恒基事業地產有限公司發展興建，樓高36層，2024年正式啟用。至今大樓嘅出租率已經達到90%半之多，當中不乏有潛力嘅租客。承租4層嘅拍賣行佳士得就係其中之一啦。辦公大樓由英國建築師設計，據報道靈感係嚟自於洋紫荊含苞待放嘅形態而設計出嚟嘅。大家有冇諗過 The Henderson 嘅外觀似啲咩呢？有啲人話似啞鈴，有啲人話似蘇跑。但喺我眼中The Henderson 係一個非常之有智慧嘅建築風水。大家試試聯想一下，佢似唔似一支一支嘅竹啊？而且仲係紮埋一齊嘅添。竹喺中國文化裏邊具有極高有特殊嘅地位。常被賦予為人格化嘅美德，以及有吉祥嘅寓意。特別喺香港同廣東嘅地區傳統文化裏邊，竹常被視為非常吉祥嘅植物，例如意味住竹報平安、步步高升等。同時，竹又被象徵為花中四君子之一，用嚟比喻竹一樣嘅正直、謙虛同埋有氣節嘅意思。另一方面，竹樹有好強勁嘅復生能力，即使被大刀砍劈，竹樹仍然能夠好頑強咁生長，展現出強大嘅生命力。唔單止係咁，大樓嘅外觀就好似由好幾支竹紮埋一齊一樣，歌仔都有得唱啦。集合咗以上分析，順理成章咁就化解咗旁邊中銀大都所帶嚟嘅煞氣。你話係咪好巧妙呢？大廈前方為遮打花園嘅明堂，開闊明亮，生氣勃勃；青龍方為中銀大廈，氣勢磅礴；而白虎方則為長安中心二期，比起中銀大廈低矮平伏，符合風水之道。而家就講下大樓裏面嘅格局啦。隨住電梯，我哋上到大堂，高樓底嘅空間營造出一種高貴嘅氛圍。當我去到升降機接待處嘅時候，發現旁邊牆身以至天花嘅裝飾，都係採用咗一種帶有金色花紋嘅設計。細心啲睇，原來呢啲花紋嘅設計就好似蛇鼻嘅 pattern 一樣。然之後我再抬頭一睇，大堂嘅白色天花，感覺就好似密密麻麻嘅蛇蛋，滿佈住天花上面。整體大堂俾我嘅感覺就好似蛇嘅卵巢一樣，醞釀生命嘅道路。題外話，喺 The Henderson 嘅3樓辦公大堂裏邊擺放住一件相當名貴嘅藝術品，佢個名叫做氣球天鵝，淨係搬運費都過千萬港紙，由美國當代藝術大師 Jeff Koons 設計。藝術品以氣球天鵝為原型，鏡面拋光不鏽鋼製作，表面覆蓋咗半透明嘅紅色塗層。講到呢度大家有冇聯想到一隻燒鵝啊？據新聞報道，於2024年11月23號，就喺3樓辦公大堂裏面有一棵聖誕樹起火，並捲起巨型火柱。幸好消防員趕到現場之後喺4分鐘之內將火撲滅，冇人受傷。呢場大火就好似幫隻燒鵝開光一樣，賦予咗一份名聲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過去打下卡，參觀一下。對 Henderson 嘅風水就講咗咁多先，謝謝大家收睇。